丰台要来的菜就起价咯。今仔云林西的果菜市场菜色量有增加，也毋过因为丰台大卖价是起2成，平均1公斤54块。今仔早起嘛有真侪农民赶紧在抢收。趁着阁无明显的风雨，云林西的农民无因收成应菜，但受到近期气候无稳定和风台来实质影响，农民1号上午持续无因抢收，对惊刷来的风雨造成损失。对啊，要收偌济算好济啊，无哪法度。啊热啊，无稳定啊，气候问题啊，气候问题你也真正袂起来，你就无度啊。西里果菜市场表示，丰台来时农民抢收，和9月30号蔬菜交货量达到886吨，但受到疫情心理的影响，和经销商买意愿悬，和规体菜价为平均每公斤45块起到54块，起价幅度大约2成。那你的白菜目前多少？1公斤60多。涨幅比较大，应该是叶菜的跟那个当农处的，30公斤1800。9月30号跳到2500，漂亮的2500、2600。西里果菜市场就讲，第期药菜类包括印菜每公斤有80块起到100块，小白菜和豆乳麦每公斤有40外块起到60外块。至于大宗蔬菜的高丽菜和包白啊，嘛因为市场需求量增加，起价幅度嘛有2成以上。记者用为你报道。